台南一直拢是国内外旅客上爱到访的旅游城市之一。为了让民众更加欢喜又省钱，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举办"我挺你超值玩返台南游艇真行"，邀请个人朋友分享家己2天1暝一人的游艇推荐，让游客会当开少少的钱，就会当伫台南算甲变贵。前一阵子有人说，一个人来台南过了2天1夜，这个花了13000。那虽然感谢他来台南，不过对于他不懂得怎么玩，比较超值，我觉得是蛮遗憾的哈。所以说要教我们的网友，教我们的好朋友，教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好朋友，怎么样呢超值玩。而且如果能够提出这个最超值、最省钱，而且最好玩、CP 值最高的玩法，我们就送你13000。好，那希望说各位我们公开的征件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能够带给大家。其实台南的观光旅游已经很好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自满，只是要告诉更多的好朋友，其实你的钱还是蛮宝贵的。如何1块钱当2块用，如何能够花少钱又能得到大享乐、大乐趣，那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欢迎大家来玩返台南。我挺你超值玩返台南游艇真行计划，结合奖金猎人的网络平台办理真行投票活动，收件时间为即麦开始到5月10号。有兴趣参加旅游达人，只要以一个人上济13000块为上限。规划结合台南市的景点、拍卡地标、美食、人文、节庆等主题，规划2天的自由行流程，就会当参加真行。活动总奖金高达4万块，第一名还会当得到23000块的旅游基金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